有点木耶。哦，没摘到，没摘不标了，不是我杀的。我们其他背他，不是随便在背他的，因为多人来了。后面的你，后面的背上来了。你就这么努力些，让你把那个干的过来，过来再对骗他了，不是骗他。哎，我这不是骗他。这他这个不是，怎么的？我要怎么的？他不认拿了，怎么的？我们早上来都要扔的。你都买不到呀？人家都老早第二位中国一个，不要在那最好看的呀！明白明白没有？啊，记住你给我打了，别的。要不要回去？